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凝固粉嘅選項，知唔知佢哋有咩分別呢？今日就嚟認識一下凝固粉啦。市面上嘅凝固粉主要分為兩大類，分別係改性澱粉類同埋黃原膠類。接下來我哋就會睇下呢兩類嘅凝固粉有啲咩嘅特點。改性澱粉類凝固粉有時會俗稱或者簡稱為澱粉配方、傳統配方。改性澱粉類凝固粉會影響飲品嘅顏色，我哋可以見到加入咗凝固粉嘅清水呈奶白色。另外，呢種凝固粉亦都會影響飲品嘅味道。除此之外，隨住時間，杯飲品會變得越嚟越稀。使用改性澱粉類凝固粉時，可以記住以下口訣：先水後粉。先喺容器入面倒入指定份量嘅飲品，再加入所需嘅凝固粉份量，徹底攪拌均勻。最後按照標籤上嘅指示靜止足夠時間。第二類係黃原膠類凝固粉，有時會俗稱或者簡稱為膠質配方、透明配方。黃原膠類凝固粉唔會影響飲品嘅顏色，我哋可以見到加入咗凝固粉嘅清水依然呈透明。呢種凝固粉亦都唔會影響飲品嘅味道，口感順滑。但有部分用家可能會覺得有少少嘅黏滑感。呢種凝固粉性質穩定，成品唔會變稀，但喺沖調嘅時候需要更加多嘅技巧。黃原膠類凝固粉嘅沖調步驟有少少唔同，相應嘅口訣係先粉後水，同改性澱粉類凝固粉相反。先喺完全乾透嘅容器入面加入所需嘅凝固粉份量，然後倒入指定份量嘅飲品。之後嘅步驟大致相同，都必須要徹底攪拌飲品。最後根據標籤上嘅指示靜止足夠時間。想知道更多有關凝固粉嘅資訊，可以繼續關注我哋嘅頻道。記得要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啊！